8年这生理，台北市信义区百货公司拢有做装置艺术，要来招人客。像讲统一时代百货和乐高做伙合作，推出规世界，敢若正看会到乐高版12世上日咧走烧热的场景。另外，新光三越有高顶的空中吊桥、小透2个场馆，也有台北101观景台。几年的优待节说出来了后，即摆佫加私人的专机驶入来到商场内底，做一个飞行天机坪，要来刺激国民旅游的市场。 好，帮我带头，轻轻的就好了。来看仪表。在飞行教官来做一天的飞行员，体验驶飞行机的感觉。好，这是你的餐点。选包机环游世界，佮有好食的飞行机餐会当享受。台北101甲私人专机驶入去卖场内底，佮伫飞行机边仔打造一个飞行天机坪。中国游客愈来愈少，台北101新设观景台，规年普通日拢拍5折，12岁以下的囡仔免费入场的优惠出来。即马佮伫卖场内底打造拍开景点来吸人客。 我们观景台跟商行可以联手一起来吸引本地客来到我们台北101。我们整个的商场去年的来客数是整年成长了大概7%，我相信在春节期间会更多。1、2、3。另外，隔壁的台北统一时代百货嘛，甲乐高合作，杀全世界唯一的乐高版的12时上走表的乐高出来，加上互动的活动，互民众相机一直翕，顺续嘛冲一个业绩。乐高就是小朋友都很喜欢。 对啊，所以就今天就带小朋友来玩。小朋友还蛮爱乐高的，闯完关我们就会带他们去下面，然后就会顺便买一些乐高。台北信义区百货抢拍开箱机，新开幕的远百信义 A13，甲安奈百货贝拉维塔，嘛拢用天顶来打造拍开景点。新光3越有高顶桥接去旅馆，信义区的百货公司地景艺术出头。